祝福。每一个人拢爱伫主的面前讲：主啊，是，我要感谢你，因为你互我的活命会当发挥伊的阳光，互上帝你的恩典甲我同在，借着我来显明。圣经甲咱讲，咱就是上帝的囝，咱是世界的光，咱就是世界的盐。盐会防止世界的败害，光会当照明伫黑暗的所在。所以咱要伫主的面前感谢上帝，互咱即款阳光的积分。咱要伫主的面前讲：主是。今仔日，阮用感恩的心进入你的言语，伫这个日子，阮各位来一届来感谢你，因为透过阮含正天使、正兄弟姊妹三个做礼拜，上帝你的能力、你的阳光要充满伫阮的身上，互阮面对新的一礼拜，带着得胜的恩典甲恩膏，我们伫迄个所在，成做上帝你美好的见证。咱三个做开声来感谢伫上帝面前，请。哈利路亚！荣耀的主，阮的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每一届来帮助阮，一直到伫如今，你是一变一下的上帝，一直拢在帮助阮。亲爱的主，阮的上帝，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你的信息，直到如今一直拢伫咧。主，我们感谢你，存留阮的生命，总是主我伫你的面前，向你来恳求。当你存留我的生命的时阵，主啊，互我的活命会当用伫你爱我路用的顶面，互我诚侪人的祝福，互我诚侪这个城市内底的守望者，并且是会当活出上帝你所讲的光的积分，上帝儿女的权柄，主来带领引带我。我无毋望，敢若是安尼，平平互我的生命白白来经过。上帝你创造我的目的，我向你恳求。求你向我显明，互我会通真实来明白，互我不但是明白，我是会当一天一天经过，一步一步，更较是踏着上帝你命定我的道路，通互我要向你交效的迄个日子，会通徛伫主你的面前，会通得主你的欢喜。我是上帝你的囝，我得救赎，毋是要成做牧师，我得救赎。是要成做上帝你的囝，成做上帝你荣耀，成做上帝你的欢喜，成做上帝你欢喜的器具。主啊，我甲家己交托你的手中，世界所有一切拢会过去，但伫你的内面，一切拢会永远伫地。你讲要安怎样互万物会当存在？你讲敬畏耶和华的乃是永远伫地。所以我伫主你的面前仰望你，帮助阮施恩使我甲阮同在，引带阮，互阮进入上帝你创造阮的目的，永远的目的，互阮活出迄个尊严，互阮活出阳光，活出上帝你的欢喜。阮家己也甲你同齐伫你的阳光，甲你的欢喜内面。我主我的上帝，阮恳求赐恩透过今仔日的礼拜，搁再一届。加添阮的心神快乐，也有阮伫未来的日子，因为你的同在甲引带，充满上帝你的能力、恩膏、权柄，会当祝福伫阮身边所有一切人甲代志。当心伫主的面前恳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来，请报完了来报告，谢谢。两位兄弟平安。伫聚会进前，我来做消息的报告。第一，今仔日主日崇拜，要来颁发着学生的奖学金，请继续为着教会青年伫各方面上用心一人守望来祈祷。第二，4月7日到4月30日，教会要来配合全国性祈祷网络，也是搭一迄属灵高管道干协的这个训练。每一天读经12章，5成或者是方言要来祈祷1点钟，并为着3位未信主同事来守望，敬邀兄弟同来操练。第三，林素玲姊妹的母亲谢富美女士离世，今仔中昼12点半伫殡仪馆和平堂5号要来举行追思式，敬邀兄弟一同来参加。这来安慰遗族。
第4月初9拜日牧日东港将前往凤山圣教会参加南部教区牧者的祈祷会，请兄弟为着教区的事工祈祷守望。第5 4月13礼拜六上午10点半，伫小西门里活动中心要来召开志工会议。9点半社区祭坛，请志工兄弟来出席。第6 4月14后礼拜日下午1点，将伫教会3楼要来召开4月份定期的祭祀会，请祭祀同工注意着时间出席会议。第7 4月19拜5 7点半到9点半暗时嘅4月20拜6早起是9点到下晡4点，要来举行儿童主日学家长的这个讲座。4月19及教师的成长课程4月20，讲员周玉顺牧师主题做囡仔情绪的教练。教师人命的成长敬要，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同工、家长，甲愿意关心儿童事工的兄弟来参加。第8 7月初10至12，就是拜3至拜5，南部教区儿童夏令营开始，要来招募着同工，敬要有意愿参与年会服侍的兄弟一同来同工。有队补祈祷行政总务活动，有意愿者请向孟村传道来报名。咁么补充报告，这是请敬拜乐团。多谢。再简单讲一下那个。这补充一下，咱的这个 HHIIT 的这个祈祷吼，有真侪人15个吧，伫教会一个有一个来，就是愿意参加这个做伙的1个月，安尼来加强咱的属灵纪律的兄弟，有祈祷，有这个读圣经12章，吼，佮为着李信者咱同事朋友、亲戚朋友，应该拢有当做伙祈祷。这当中呢，有人会问讲什么是方言祷告1小时？好，这个部分来不及跟各位教导。4月份牧师会开课，4月、5月会开课。你有想要对这咱更加来了解，所以呢，有一个人就唔知要安怎，就是会当继续用你的5性来祈祷。好，祈祷的方向虽然是讲为着未信者，咱的祈祷内容就侪是讲你迄个祈祷的人常常甲伊提名未信者有3位安尼。毋是讲即边拢为着未信者，啥物拢毋免祈祷，毋是这个意思哦。吼，所以咱嘛共款祈祷1点钟、半点钟嘛真感谢。吼，就照着咱的时间来安排，毋忙伫读圣经的看度、深度，以及甲咱的祈祷的时间的扩展，吼，甲为人祈祷，为着灵魂的得救，拢是真要紧。吼，像阮兜做一人爱袂信主，拢就诚做我定定爱为因守望的代志。安尼以上报告。不论偌济代志，咱拢得仰望上帝，阿们。为了跟大家说平安，也为了献上准备心，兄弟，咱要来仰望咱的主，来到殿中瞻仰伊的荣美，瞻仰伊的荣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仰望主。仰望主。
来起立吟，仰望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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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眼光，当大快乐，仰望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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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眼光，心底。就咱的担大交代，伊仰望因，咱这些为了家己来祈祷，准备心伫上帝面前，领受伊的启示，甲伊的全能恩爱，一切的教恩，请。话语的教导何等的真实，我要来认捌，借着你圣经话语来认捌，不是借着我的感觉来认捌，是借着圣经的应允，句句拢定出的话语，加做我的信用，加做我的信心。哈利路亚！我仰望你，相信甲你结连的事，上帝你的家庭，你大人的权柄，一切忧虑，一切怀疑，拢要停留，一切犹豫，拢要甲这款的。问题带到你面前，上帝，我来亲近你，你就对我的心来讲话，我就将担当写给你，因为你顾念我每一个人。感谢上帝，让我来到你面前安静听候你，你的确要恩待我每一个人，你的圣儿女要对你遐个得到关联，得到恩惠，得到赦免甲救赎。我们继续来仰望你，仰望主。仰望主，仰望主的眼光，当大快乐。仰望主，仰望主，仰望主，仰望主的眼光，心底自由。我主，你把这点。仰望主。
主感谢你，互阮有自由的心灵，无挂碍的心灵，因赐阮奔跑人生的路途，拢常常要来领受你，亲像日光要照亮阮的心，充满了温暖，充满了快乐。哈利路亚！救主阳光，救主阳光，照伫我心内，更多荣耀光彩，追求的光，拢要为啥物？做工会了天理，快乐阳光，幸福阳光，何时有这？平安来，平安来，就是耶稣，跟我同在，阳光照亮我心怀，阳光是我充满我心内，汹涌天地主宰。咱拍拍来赢，就是我，请咱拍拍来赢，拍拍来。我想。转手，我主阳要接你我心内，更多荣耀光彩，追求的光拢要会闪避，主光会要天地，快乐阳光，不好阳光，何时有这快乐平安来？在阳光照亮我心怀，一路是我充满我心内，啦啦啦，汹涌天地主宰，啦啦啦，就是我主耶稣听，拢爱听我想用天地想，快乐阳光，有好阳光。何时有这快乐平安来？就是耶稣跟我同在，阳光照亮我心。快乐阳光，快乐阳光，有好阳光。何时有这快乐平安来？就是耶稣跟我同在，阳光照亮。心怀快乐阳光，有好阳光，何时有这快乐平安来？就是耶稣跟我同在。咱继续来唱，咱继续来唱。快乐阳光，快乐阳光，有好阳光，何时有这快乐平安来？就是耶稣跟我同在，阳光继续咯。我心怀快乐阳光，有好阳光，何时有这快乐平安来？就是耶
稣甲我同在，阳光照亮我心。最后一摆来，快乐阳光，古好阳光，何时无际，快乐平安来，就是耶稣甲我同在，阳光照亮我心怀。哈利路亚！哦，主感谢你阳光要写我们大人的心，啊，阮伫圣洁的内面，阮就平安了。哈利路亚！信仰是一生的路程，无搁再回头，用着世界死，用着世界来活。所以讲，有咱常常安尼祈祷讲主啊，荣耀的主啊，我真愿意亲像你，这是我的愿望，这是我的祈祷。但我若亲像主耶稣，就何主会圣手甲咱领带，的确会当得到迄个荣耀的人生。只是拄着患难，也永远是一个荣耀的记号。荣耀的救主，我真愿像你，这是我愿望，是我祈祷。我甘愿放下世上的财物，披戴主基督，救主先人。主我愿像你，主我愿像你，荣耀的救主，求你给将无主的高地，无主的奉献，万主的圣行，因我心灵。主我愿像你，有怜悯心肠，温柔甲甜美，主爱善良，帮助我勇者为痛苦忧伤，带人归基督，超吹美友。主我愿像你，主我愿像你，荣耀的救主，求你给将无主的公义，无主的奉献，万主的圣行，因我心灵。荣耀的救主，我真愿像你，这是我愿望，是我祈祷。我甘愿放下世上的财物，披戴主基督，救主先人。主我愿像你，主我愿像你，荣耀的救主，求你给将无主的公义，无主的奉献，万主的圣行，因我心灵。地人来了，8000万的高洞破起来了，7万年久，你人会当看到真实的，就是讲活着就好，活着就好。当来个活着时有气息，来学了上帝，来学了上帝，来祈祷主，这就是上界大的福分。哈利路亚！望咱将咱的手，甲主讲，这拢我是我所求的，所以你的怜悯、温柔，拢是我所求的。你当甲手举悬悬，甲主讲，咱甲来吟转手。主，我要亲像你，荣耀的救主，我真愿像你，这是我愿望，是我祈祷，我甘愿放下
天天主基督，求主先高，主我愿求你，主我愿求你，荣耀的救主，求你洁净，有主的能力，有主的丰盛，有主的声音，引我心灵，荣耀的主你，有你的心灯，温柔甲甜蜜，主爱生命，帮助我了解，为痛苦忧伤，带人归基督，笑嘴美有，主我愿求你，主我愿求你，荣耀的救主，求你洁净，有主的能力，有主的丰盛，万主的声响，因我能够记得讲主我愿意，主我愿求你，主我愿求你，荣耀的救主，求你洁净，有主的能力，有主的丰盛，万主的声响。咱来清唱副歌，清唱副歌，互主听起，你甲听起来。主我愿求你，主我愿求你，荣耀的救主，求你洁净，有主的能力，有主的丰盛，万主的声响，引我心灵。亲爱的主，阮伫你的面前，有即款的祈祷，互阮通过时间的经过，每一天会当愈来愈亲像你，亲像你安尼来怜悯人，亲像你安尼来服侍人，亲像你安尼来顺服上帝之意。主，阮无爱搁再祈祷讲，主啊，阮实在真软弱。主，阮要向你祈祷讲，圣灵恳求来加添阮的气力，阿门。互阮毋是用软弱做阮的借口。主，是你圣灵要伫阮的身上来显明你的救赎，互阮会通知影阮活的毋是靠阮家己，是因为圣灵甲阮同在，加添阮的心神气力，阮就会通经验到在人袂当，在上帝凡事拢会。阮的主，阮的上帝，阮仰望你，伫这个落尾的世代，互阮会通警醒起来，互阮亲像主耶稣基督同款，每一届。每一日到你的面前，甚至透明祈祷，就是为着要超找到你的旨意，并且会当明白，并且会当顺探。安尼，无论阮遭有什么款的情境，阮因为知影迄是上帝你的旨意，迄是上帝你的欢喜。阮就愿意和主耶稣同款，像主耶稣同款，顺探上帝旨意，甚至顺探到死。上帝，迄就是阮活命上界荣光的所在。因为伫迄个时阵，
阮就甲你合一了。阮就能显出上帝国的荣光，阮就能真真正正见证出来上帝国的权能，并且阮家己也要对视个我来见证永活的上帝。阮所怀的意念是好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是要阮甲你同得荣耀的意念。当心伫主的面前献上阮的感谢、祈祷甲恳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当这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灵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后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三通，最得赦免肉体个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继续来读上帝话，启应文。我把耐性听候耶和华，伊随听我的呼求，伊对血气内面，对落光脉当中，把我扭起来。互我的脚徛伫竿石顶，互我的骹步稳当。伊互我的喙唱新歌，就是学了咱上帝的话。真侪人要看见来行行，搁要挖靠耶和华。迄个挖靠耶和华，无理会公恶，甲偏向虚假之辈，这个人便为有福。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所行之事，并你阮所怀意念，真济袂当向你证明。若要证明，伊的数目无通孝算。生命甲礼物，你无喜爱。你已经开通我的耳孔，烧济甲赎济济，毋是你所爱。迄时我讲，看了，我来了。我的事伫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上帝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伫我的心内。阿门。感谢主，下面咱请来牧师正道。题目是，第摆是啥物做伙来讲者，好无？这段平安宁定的起点。咱的就背遮咯，来甲咱的周报拿者可以打开来咯。咱的正道的题目是来这段平安宁定的起点。好嘞。那咱请掀开周报第4面，咱同齐来上读本周主要的经文。诗篇27篇全首，咱三个做伙同齐来上读，请。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要行啥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要搁行啥呢？迄个做歹就是我的仇敌，进前来食我肉的时阵，就扑倒跋倒。虽然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无惊。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犹原安稳。有这样代志，我捌求耶和华，我抑阁要憔悴，就是一生一世踮伫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伊的荣美，伫伊的殿内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伊要暗暗的保守我，伫伊的殿仔内，甲我藏伫伊帐棚的隐密处。将我高举伫磐石顶，即马我得哩额头赢过四面的仇敌。我要伫伊的帐幕内幡然献祭，我要唱诗歌歌颂上帝。
耶和华，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求你怜悯我，应允我。你讲恁着敲碎我的面，迄时我的心你讲，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敲碎。毋通我暗面，毋通受气管着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上帝。求人放杀我，毋通离弃我。我的父母离弃我，耶和华要收留我。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会受到缘故，因带我行平坦的路。求你毋通甲我交予敌人随其所愿，因为南山做见证的，甲口吐凶信的。起来攻击我！我若无信伫活人的所在，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经送大了。爱听候耶和华，着壮大坚固你的心。我搁再讲，爱听候耶和华。阿门。搁再一届，咱同齐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伫你的面前，感谢你。亲自竞选阮诚侪你的后生查某囝，阮今仔日倒转来伫爸上帝你的家中，阮感谢你，亲爱的圣灵，求你搁再一届教示我的喙，教示传讲的人的喙甲舌，并且互传讲的人心受甲力受教示，通互阮含正兄弟姊妹，祝阮同齐。伫圣灵的教导内底，听明白，阮同齐遵行上帝你的话，阮同齐得享上帝你的平安。你是阮的主，你永远所怀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互阮甲主你同得荣光，甲你同行人生的道路，并且亲像你共款。祝福家庭，祝福城市，祝福国家。主，阮感谢你，互阮遮尔伟大的身份，求你帮助阮，互阮真正伫这个身份顶面识得其所，互阮真正甲这个身份彼此相称。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如果你若抑个会记哩。牧师有甲各位报告过，什么叫做平安？平安就是每一样代志，拢伫伊应该有的位置顶面。正做一个丈夫会照顾伊的太太，正做一个妈妈会照顾伊的儿女，正做一个后生查某囝会晓得来孝敬伊的父母。一个麦克风。讲话的时阵，伊会出声。了一个投影片的笔刺落的时阵，伊应该爱发光，伊应该爱换另外一下。安尼，这个物件或者平安，就是伊应该有的款式，伊应该呢，电风开落，伊会转；有插电，伊会转。啊那关起来，伊嘛爱会当休起来。安尼才是叫做平安。任何倒一样代志，伫伊应该有的功能顶面有法度发挥，正常来运作，迄叫做平安。所以咱人拢咧超找平安，咱望咱的期待咱的将来有一个美好，咱望咱的投资拍拼努力，正常的人。虽然伊后摆的时阵，毋知即摆也经济落，但是毋知后摆会收成啊未？但是伊的心安怎？期待收成，果然有收成啊！安尼，或者今年咱过了真平安。逐项代志应该拢伫伊的位置顶面，伫伊的轨道顶面伫遐说，这叫做平安。但是人要怎样来得到平安呢？今仔日咱要三甲做伙，同齐来敲找这个代志。这是最近的时阵啊，同齐拄则发生的代志啊，这是台南圣教会，也是
即个刘韶恩传道了，也是老教牧师伊个大汉囡仔。有一天的时阵，伊要去爬山，结果讲控诉4月初3的地震，互阮这群人拢无法度去进大山，因为考虑到安全甲厝内底人的烦恼，所以变成了去一个古道，古早的迄个步道。了同款的行程，同款的店，但是行程改变，无有万切，只有感谢。加在地动，毋是发生伫阮上山的时阵，幸福、稳定、旅程，诚做极大的喜乐。亲爱兄弟姊妹，活命内底有真侪代志，咱拄着，还是无拄着，总是毋是咱有法度家己拍算。了另外一部分讲，这是另外一个美法师伊会伫迄个原来是伫脸书顶讲。原本计划去阿里山，因为地动取消行程，昨的捐款就去救灾，愿大人拢平安。亲爱兄弟姊妹，有真侪代志，真正古早人讲计划来不及变化，所以咱毋知影咱的人生会拄到什么代志，但是咱期待有平安。就是这个无认捌主的人，因嘛会讲啥？愿因拢平安。安尼，咱咧敲找什么款的平安？其实自这条消息出来了后，毋过你知影进前上介热门的新闻是啥无？我结果的时阵，上介热门就是啥？迄鸡仔条炒一个时阵，食到人过身去，了后伫当中。但是这是几工？这是我昨去查这个网络的时阵，所有的网络内底，这个消息已经拢总无咧报啊，全部拢是咧报啥？拢咧报地动。你会看到这样代志，世间人将真济代志安怎听咧、讲咧，就安怎袂记起啦，就准拄线。所以因无在意这个代志安怎继续发展，咱嘛会真在意。咱期待的代志，所以究竟什么是平安？咱要怎样，互咱的生活会当继续向前？圣经内底伫这个所在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大毕。大毕伫细汉的时阵，伊是厝内底上细汉的囝。这个上细汉的囝，有一届的时阵，这个先知摕到要做王的油膏来。了去到因兜，就甲因讲，来邀我上帝讲，要对恁兜内底敬一个国王。了因老爸就紧诶，甲这个上大呢，一直甲这个细汉诶，了拢甲伊带出来。上细汉诶或者大毕，就甲伊放伫山坪遐顾遐羊啊。大毕伊是因爸爸看袂上捌诶人，所以伫选国王诶时阵。大毕是无来参加的。了后，伫当中呢，原来这个因老爸这个或者亚西伊的囝大个人拢生了足种财，所以当第一个行过的时阵了后，上帝甲伊讲：你互囡仔行过你的面前，我就会甲你讲是毋是这个。安尼伊就第一个行过的时阵伊就甲伊看，看伊安那生做缘投种财佫高强大汉。撒母耳讲，八面是这个上赞。上帝讲毋是。第二个过汉草嘛袂歹。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拢总无。迄个时阵，先知就真奇怪，讲无，恁敢干那只个囡仔呢？伊讲无呢，佫有一个，我就叫伊去顾羊啊。我迄个应该是毋是上帝要敬的，但是呢，撒母耳甲因老爸甲这个囡仔的老爸亚西甲伊讲，你去甲迄个囡仔叫转来。叫转来的时阵原来大毕人生得较细汉，但是伊足缘投，比牧师佫较缘投嘿。所以呢，伊就伫迄个所在但是看起来亲像书生共款的款但是上帝甲伊讲，就是一个起来甲伊抹油。所以你会通看到一项代志是啥物货？
代表伊其实原本毋是要受竞选做王的人。就世间人来看，就因老爸来看，伊是互老爸安怎囥伫一边的，无受竞选的迄一位。我毋知你细汉的时阵吼，恁兜吼若是吼有3个囡仔，恁爸爸吼干那买2粒苹果，了的时阵吼，即个讲啊，恁哥哥甲恁姐姐食倒，你啊细汉后家才食。你会讲哦好，感谢爸爸吼，谢谢吼，我后家断倒当食，你敢会安尼？通常袂嘛，咱的心肝会足艰苦。所以这是代表写伫诗篇内底讲，我的父母会离弃我，但是耶和华上帝安怎收留我？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人会袂记即咱，人会袂记即咱，人会袂记即真侪代志，这代志，这家属。因可能犹原，抑阁为这样代志咧拍拼，但是遐地动的人，因嘛为着因的家属咧拍拼。所以有真侪代志是无法度一时得完全理解的。但是代笔写这篇诗篇的时阵，伊讲上帝啊，有一样代志，我的人生敢若有一样代志，啥物代志？你的人生内底有真侪代志，你到底拢咧想啥物货？啊，这张图内底讲啊，吼，伊啥？想伊的电脑，想伊的目睭安怎，想伊要去世界游览，想伊的股票投资，想伊的钱毋知有愈来愈侪无，想讲伊明仔载要去做啥物货吼，想一大堆。咱也真侪拍算，咱嘛有真侪想法。每一工大大细细的代志充满伫咱的头壳内底，但是啥物是你头壳内底主要咧想的代志？你主要咧想的代志到底是啥？人主要咧想的到底是啥？伊的行动就会大部分往迄个所在去。圣经内底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做玛利亚。有一天主耶稣是一个真重要的老师，全迄个时阵整个因的迄个所在，大家人拢去遐呢，拢愿意甲这个老师、甲主耶稣同齐做伙。了有一天去这个玛利亚因兜去马大因兜去。这个姊妹甲这个小弟因兜，了去到因兜的时阵吼，这个大姐吼，大指头吼，兄这个姐姐吼，就真无用安怎？哇，你来看吼，款了真济呢吼，凉鞋啦吼，包鱼啦吼，迄个档拢总有安尼，全部拢总用好。但是吼，伫个所在你无用，但是吼。因小妹伫遮啦吼，含主耶稣伫遮，含其他的门徒伫遮，同齐做伙伫遐咧开讲。这个姐姐吼，就安怎？我感觉伊这个图画了真趣味啊！啦，目睭眼神真安怎犀利就对啊！这个面吼，佮安怎足毋愿啦吼，伊就去甲主讲哦，我咧无应该要死啊！叫恁叫恁互阮小妹伫遮咧，跟他坐恁陪恁开讲。了后主耶稣甲伊讲啥？马大，敢若有这样代志？玛利亚已经选择迄个上好的福分，是袂当夺去啊。有诶时阵，咱检查咱会做真侪宗教行动，但是咱咧做这宗教行动的时阵，改成是要满足咱是一个好的信徒，结果袂记住，咱读圣经，毋是为着要一工读12章。咱伫咧所在讲吼，牧师啊，迄是你咧读的，毋是阮咧读的。阮平信徒，阮一工啊读3章就介好啊。你若安尼讲的时阵，这就是这啥？这叫做完全这宗教行动。咱 SHIIT 伊本身的部分就是亲像咱去食白费共款，咱会真认真正拍拼食。当然也是亲像讲吼，咱去走去迄个啥，迄个。健身房吼，伫迄个所在咧扭你的肌肉，甲你的身体安怎勇行起来。我即摆的时阵发现我60岁以后的时阵这个肉愈来。以前的时阵人咧用起来拢一只鸟鼠啊，即摆用起来拢一个肉丸啊，实在是就爱安怎爱锻炼，无你的肉安怎愈来愈少，安怎油的愈来愈济。了后的时阵你家看。即安尼就呢，弹，有无？弄，安尼有无？拿水咧，安尼吼，就像肌肉流失，所以爱安怎？爱锻炼，这是 SHIIT。
所以共款咱的人性爱训练。咱训练一工读12章，是为了啥？毋是为了满足宗教行动，是因为咱的灵性需要。咱需要有更较侪读圣经，咱才有法度真正去认捌上帝。所以呢，第一个，咱爱食这物件，这是无毋对。但是主耶稣讲啥？上介重要迄一项就是啊，精选上好的部分。肉体会过去，食好食歹无要紧，但是介重要，你爱看，咱含一个人做伙，哦，你就爱食榴莲的，但是迄个人闻到榴莲就，了后你讲来，咱做伙来食榴莲。安尼敢有算咧招待人客？你听我意思无？主耶稣所意爱的，是咱会当甲伊的心意相随。所以玛利亚明白这一点，伊知影主耶稣更较爱咱明白伊的心意，因为伊将着上帝、将着天父的心意带予咱，咱才会知影安怎样来活的。另外有一个人，伊嘛足够想的。这个人是财主，伊修行介好，可能足够正做，伊可能是正番麦王，所以正真济，正真好。了后伊家己安怎心内笑量讲，我遮济物件无所在通去收，无所在通去藏，安尼要安怎呢？应该爱想，所以伊心内底开始想。了后又搁讲，我安尼对啊，拆掉家起哦，搁较大个。反正我土地几啊架的，我仓库敢若起3分尔，我即摆搁起7分，互伊规架，拢全部拢在这，了后通收藏这一切的物件，了后搁讲对我的灵魂讲啥？好，廖牧师，你会当退休啊啦！你看你即摆有1亿啦，安尼1亿无讲加讲几偌好啊安尼安怎会当互你食几啊年？了啦，好好啊食，好好啊困。游山玩水世界去，剩下代志拢毋免插啊！心内讲，又搁讲了后啥？对我的灵魂讲，连续讲3届，了后上帝甲伊讲一句尔，嗨阴暗特别甲你的灵魂收转来。安尼你所明白咩？你有想呢？你看人有安怎真济拍算，但是人毋是上帝无爱束缚人。伊的拍算内底，你甲伊斟酌；伊的拍算内底，干那我；伊的好嘢富足，无成做别人的祝福；伊的好嘢富足，无将着上帝所赏赐互伊的，来用伫上帝心意内底。伊的人生拍算干那我，但是上帝赏赐互咱所有一切，是为着要成做正人的祝福，迄才是真正。所以。有一项代志，上帝甲伊讲：你的代志应该是我的代志，我的代志应该是你的代志。我赏赐互你遮尔济、遮尔好，是为着要互你祝福，毋是为着要互你显做骄傲，毋是要互你离开我。讲对打以后，我毋免上帝啊！亲爱兄弟姊妹，有偌年啊侪人，因伫丧丧的时阵。倚靠上帝，当因富足的时阵，伊就怎样离开上帝；艰难的时阵来恳求上帝，当伊逐项代志拢顺遂的时阵，就离开上帝。这是真可惜的代志，因为人就是趁到全世界，了后失去家己的性命，有啥物路用呢？当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阵，耶稣基督的结论是啥物货？既然为家己积聚财宝伫上帝面前，却无富足的，也是安尼。就是讲，将其落尾一个人真好野到一个程度，但是未记得上帝。上帝爱咱做的代志是啥？啥物或者伫上帝面前富足呢？就是上帝讲的话。上帝若讲10句话。我做2句话，你做5句话，安尼你就比我更较好个。听我意思吗？上帝讲10句话，我做2句，安尼我就是得分2分。但是上帝讲10句，你做5句，安尼你就比我更较好个，你比我好个3倍。但是上帝所讲的，你若拢总去做，
哦，安尼你就一级棒啊！你就第一名，你就真正是非常富足的人。当咱照上帝的话去行去做的时阵，我甲你讲，咱袂丧香，袂散切，咱一定伫上帝面前愈来愈有上帝所路用，一定会愈来愈有阳光，愈来愈有上帝祝福伫其中。毋是好业，是你的活命会有平安，就是你的活命会伫上帝所创造你的目的内底，安怎样活出来，活出来阳光。你是一个医生，你会变到一个真好的医生；你是一个翁婿，你会变到一个非常好的翁婿；你是一个政府人员，你会变做非常好的政治家。只要咱若是遵行上帝的话语去行去做，你一定会富足起来。上帝意爱咱伫物质上富足，但是上帝也更较期待咱伫灵魂的顶面来富足，互咱会通伫灵的世界甲物质的世界两方面拢非常的富足，这是上帝的旨意。所以大卫伊向上帝讲：主啊，我这项代志来恳求你，互我一生一世踮伫你的殿中，瞻仰你的容面，通互我伫你的殿内求问。这是大卫伊的期待。上帝，你的道路一定是好。我受创造，毋是干那要互时间甲我的生命拖磨了去。上帝，我受创造，是为着要进入你创造我的目的。我举这支笔，毋是要甲伊用，互伊水水放伫遮尔。啊，了伫遐共记，安尼，遐有看无？就是要记迄，就遐伫遐电内求问，电内有无看无？我用安尼手笔，毋是啊，我举这支笔是为着要帮助我，就是有距离，但是安怎我记的时候记会到啊。这就是这支笔受创造的目的之一。咱爱真明白，咱是安受创造。你今日上帝互咱成做人的丈夫，成做人的老爸。今日上帝互咱生长伫这个台南市，咱对台南市应该有感觉。台南市的时阵来一条红球遐大粒，红球搁伫新华迄个所在挂破去，但是真侪人嘛知影迄粒红球，哦，逐日拢去捉迄粒红球，搁翕相翕起来。我就想讲，我介先甲即粒红球也无啥缘分安尼吼。亲爱兄弟姊妹，你爱知影你活命受创造的目的。若甲无的时阵，就是时间过去啊，生命了也。我听一篇演讲讲，你逐工过的生活拢总共款。了的时阵，你也毋知影你咧创啥。安尼你毋是活，你一年毋是活365天。你逐工若是拢无目标咧生活，安尼的时阵，你就是毋是你一年活365天。你是一天活365天，你敢听有这个话？人的人生若是无目标，敢若随在时间甲咱拖磨了去。你毋是一年活365天，你是一天活365天，同款拢安尼，停留伫原来的所在，无进步，无向前，敢若时间一直甲你拖磨，到落尾手的时阵，你一天活了2万几个日子，啊了就结束。啥物拢无发生，亲爱兄弟姊妹，大卫讲主啊，我要踮伫你的殿中，我要来求问你。是安怎大卫伊会产生即款的心内底的意念？因为伫伊的人生内底，伊真清楚知影即项代志。上帝引带我，保守看顾我。我的信心，大卫伫过去的时阵，当尾手伊选择伫迄个所在，含当。后摆伊受高磨了后，因兄哥受征调去前线来作战。当去作战的时阵，大卫伊伫迄个所在，听到歌利亚就是来喊话骂阵，要来挑战的这个歌利亚讲一个代志，讲恁出来和我相战。了全部以色列人，大卫因这边的人，大家人拢惊吓，唔敢出去，因为歌利亚高强个大汉。平均迄个时阵的人那非利士人因差不多180到200公分，以色列人差不多150到180公分。
所以其实差无真足济。圣经讲啥？迄个歌利亚高墙大汉，个贵人、官人安那过一条头，毋是含以色列人关过一条头，是含因非利士人关过一条头。所以以色列人比非利士人较矮了，但是呢，非利士人比以色列人较悬了，这个歌利亚个比非利士人更较悬，所以安怎？伊高墙个大汉，伊高墙个大汉出来伫迄个所在，伫遐来讨战。了无人敢出去应战，大必伊就出去战。大必伊伫迄个所在讲一样代志：你来甲我相战，是靠着你的刀剑；但是我来甲你相战，是靠着万军的耶和华。所以伊就去溪仔边，伫迄个所在啊，摕个石头啊来，了用个หั่石头的甩枝弦哈，伫迄个所在甲迄石头啊หั่出去。上帝互大笔的石头飞出去，直接撞入去歌利亚的头壳壳仔内面，了歌利亚当场就死伫迄个所在。原本这是一件真值得欢喜庆祝的代志，所有人才俘虏的出来跳舞哦，唱诗歌哦，讲哦，扫罗王。阮的国王哦，杀死千呐吼，杀死几落千人。但是阮的将军大兵吼，杀死万的人哦。迄个时阵，扫罗王听到就毋愿啊。迄个话就是啥呢？讲，吼，牧师哦，讲到几若百人听，扫的传道讲到哦，几若万人听，吼，听到就毋愿啊，你知无？哦，就安怎精心肝啦？哦，安那对伊一工开始安怎样啊？就开始。想办法要杀死大必。迄个时阵，恶魔伫即个扫罗的心来甲伊扰乱，了就找到知影大必会晓弹琴，就互大必来服侍扫罗王。心情好，弹琴，但是到一个若个想到迄个代志的时候，都毋愿。到有一天的时阵哦，伊怎伫迄个王宫内底咧听你我听，但是哦安怎魔鬼冲心啊吼，所以呢，就看迄枪哦伫遐，就怎安怎直接写过的时阵吼，加在大必吼安尼闪了紧，对迄一日开始啊，大必啊，迄个时阵还未做王，伊就开始，伊虽然受抹油啊，准备要做王，但是。也未做王，所以对迄一日开始的时候啊，伊就逃命，伊就开始逃命。大必逃命，遮一工遐一工，遮一工遐一工，四界逃命。对倒位啊呢？对镇下国小开始逃命，逃去到倒位？逃命逃去到英空，英空佫走去到新化，新化佫走去到玉井，玉井佫走去到南西。了后时阵，吼，对南西已经走去到嘉义啊。了后喏，有一届时阵哦，伊秘伫一个棚坑，大必秘伫一个棚坑内底。吼，了后时阵哦，即个扫罗王哦，巴肚拄无甲偌好势，就入去。迄个棚坑内底非常的暗，但是伊入去的时阵吼，迄个棚坑非常的暗啊，大必人伫内底啊嘛，伊甲伊有呢，伊军队伊的人哦，秘伫个棚坑内底咧休困。结果的时阵吼，扫罗王吼巴肚食了无好势，就入去山洞内底，就伫遐啊吼。伫遐的时阵吼，伊个衫机吼拄好伫遐探出来，所以大必就甲伊个衫机安怎挂一块落来。所以吼，虽然甲伊个衫机挂落来，但是伊心肝有真艰苦。你就想讲，假奇怪伊无看到。我你讲，你若捌入去棚坑的时阵，你就了解。咱入去棚坑的时阵哦，人来伫你入去伫一个所在暗迷蒙，你入去的时阵，经过一段时间，你安怎？你目睭会看有哦。但是倒尾你入来的人，伊目睭敢马上看有？看无，因为安怎暗嘛。并且伊个对光的所在入来的时阵，伊迄个目睭人吼会爱放大，才有法度看会清楚。爱经过一段时间。但是伊若佫一直着光迄个所在咧看，无看暗的内面这边的时候，伊迄个瞳孔吼，就无法度放大，因为伊一直光拢伫遐嘛。
啊，所以伊就伫迄个所在，所以伫遐，所以大笔该刮来。了到尾了的时阵，伊就出去。行一段路的时阵，大笔伫迄个所在，甲伊讲啊，你看一下，你看一下，这3支是谁的啊？了时阵讲，迄就我的啊。了大笔甲伊讲我虽然有机会杀死你，但是我的确无伸手来杀耶和华的受膏者。迄一天的时阵，扫罗王伊就转去，但是过无偌久伊共款继续追杀大笔。甚至到尾笑的时阵，伊讲一句话，讲啥？伊伫甲遐全部的人讲，恁倒转去查明伊卡去的所在，就要斟酌知影伊伫倒位。伊若抑搁伫咱南台湾，伊若抑搁伫落水溪以南，安怎？我一定对啥？千文万户当中，甲伊搜查出来。你看这个人，安怎？无互大笔死安怎？伊心肝都袂平安。大笔对头到落尾，无想要抢伊的王位。伊一届一届佮尊重伊的国王，伊效忠伊的国王。但是扫罗王伫迄个所在安怎？因为怨妒。偌尔啊，这时阵，咱怨妒一个人的时阵，至到咱的眼光就拢总完全毋对呀。大笔伫即款苦难内底，将其落尾，伊倚靠上帝，心来坚固。无论是面对扫罗王对伊的困毒迫害，或者是周围的这百姓，伫迄个时阵，趁候大笔王咧落魄的时阵，兴起来抢夺大笔所有的一切。圣经讲，大笔倚靠耶和华伊的上帝，心来坚固。亲爱兄弟姊妹，你的人生有经过真侪这样问题困难，但是咱毋是行过来到如今吗？古早的时阵，阮兜送香，今仔日永福路的人，可能无几个比我较好业。你著甲伊问讲，我敢会无你甲伊评看卖啊？你去永福路甲伊评看卖啊？伫永福路啥物人吼？伊带300外瓶，甲我讲，永福路带300外瓶，可能敢若我尔，对无？你阁毋相信？那阮地下室就60瓶啊呢，阮一楼阮就70、80瓶啊呢，2楼阁只有10桶瓶，3楼嘛阁70、80瓶，4楼嘛70、80瓶，5楼嘛70、80瓶，算算啊，敢无400瓶？哎，听无？你着爱安尼想啦，你知无？你莫定定讲，你敢若要买一个吼，迄个啥度假山庄，人吼，我若去游览的时阵，伊拢甲我讲吼，牧师。咱带即间饭店啊，即间饭店若要我的，毋知要偌好诶。我拢甲伊讲即间饭店我的。伊讲有影无？牧师，你即间饭店，我甲伊讲，即间饭店我有股东。了的时阵平常时我拢随在因用，叫因甲顾好势。我若要来遮住的时阵我着摕2、3千箍，讲你迄间甲扫扫咧。我着住伫遮，住了我着来走，后盖佫顾好哈，无我后盖就无爱来啊安尼有无？你间饭店我的呢，你着爱安尼想，你知无？你想你着会中阿姨，无你叫你逐工拢伫迄个所在顾迄个饭店，边一间饭店的，你顾会起啦？亲爱兄弟姊妹，你喺心内底倚靠上帝，心来坚固，上帝陪伴你。所以大笔谁人有法度做即款的祈祷？因为伊知影上帝甲伊同在。徛伫过去伊人生的经验，伊知影上帝甲伊同在。阮古早少年的时阵，唱一首歌，每一天主我的上帝，我恳求你3样代志：更加深来认捌你，搁较虔诚来敬拜你，更紧紧来跟对你，伫每一日。你看，你爱搁对着时间经过，你爱逐工安怎认捌上帝？对着时间经过，你爱逐工有对上帝搁较侪经历。认捌伊的真实，享受伊的同在，了安怎？大笔讲啥？主啊，我要降服伫你的面前。
来，唱歌来！小恩帮阮连接过去来唱这首歌来。每一日我主我恳求3件事，来，这位来唱歌啊，短短啊尔，2分钟就唱完了呀，连接过去就可以了啊，谢谢。好，来，这个来，从头来啊，较大声咧，全荧幕，谢谢。每一日我主我恳求3件事，更深能认识你，更虔诚敬爱你，更紧紧地跟随你。每一日我主我恳求3件事，更深刻认识你，更虔诚敬爱你，更紧紧地跟随你。每一日我主我恳求3件事，更深地认识你，更虔诚敬爱你，更紧紧地跟随你。每一日，所以这首诗歌吼，也是我定定咧唱的。我期待对着时间经过，我会当对上帝有更较侪的认识。毋是干那互时间把咱的生命拖磨了伊，乃是每一天咱会当更较经历上帝，更较明白上帝对咱的疼，也知影咱每一天其实愈来愈接近咱要倒转去上帝的家。所以徛伫过去的经验，代表伊继续伫上帝面前祈祷讲：上帝啊，将来一定有一寡代志会发生。将来一定会有一寡代志会发生，死亡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是主，我感谢你，因为我知影我的活命伫你的手中。灾的困难会发生无？会，犹原会继续抵挡，犹原路人原来会有足侪车开来开去。但是上帝啊，你甲我讲一样代志，世界犹原咧发生。甚至道德检测会愈来愈歹，无定着人的竞争也会愈来愈强烈甲冲突。但是主我的上帝，你甲我讲，阮着超找你的面，上帝啊！迄时我的心你讲，主要的话，我才咧超找你的面。迄句话意思是讲，上帝啊，是我明白你的旨意，我知影万项事毋是我家己有能力去拍拼完成。我爱认真，迄是我的本分。但是真正成就代志的是上帝你。天无落雨，万米未生长。但是我需要夜景，迄是我的责任。夜景是我的责任，互伊长大成熟，一直会当到收割。上帝，迄是你的祝福。并且上帝，我知影这样代志，就是我努力拍拼的时阵，我若遵照你的话语来行。别人想要甲我抢夺去的时阵，上帝，你会为我保守。因为我已经尽上我应该尽的本分啦，亲爱兄弟姊妹，所以咱代笔有做一个代志，上帝，我要谦卑伫你的面前，我要超找你的面。咱会有真侪人生好的拍拼努力，咱也会有真侪真好的修行。总是伫每一届咱有这美好修行的时阵，咱有事业成功的时阵，咱有学业毕业的时阵，咱有一天到了某一个程度的时阵，代表伊知影这样代志。上帝，这一切拢是你祝福，所以我将着对你所得的，我来分享，我来照顾，我亲像你，和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将伊对着上帝国所带来分享伫周围人的身边。会晓安慰，会晓鼓励，甚至会晓医病赶鬼，会当讲新方言。亲爱兄弟姊妹，迄是咱会当做的。
基督徒的活命无应该干那停留满足伫宗教行为顶面，你会有能力透过祈祷，透过读圣经，明白上帝的心意，知影上帝做代志的方法，你开始照安尼去行去做，你会带出上帝国的权能。毋是牧师为人祈祷病会好，毋是，是上帝的灵降临伫牧师的身上，牧师为人祈祷，迄个人的病才会好。牧师会当做，你嘛会当做。毋然你会当做牧师所做，主耶稣讲，我做的代志，你嘛会当做，并且做比这更较大的代志。所以耶稣基督伫地面上医病赶鬼、讲神方言，逐项代志伊会当做，你嘛会当做。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咱是毋是有遵照上帝的话语去行去做。咱爱大声知影上帝的心意，所以咱爱读圣经。咱毋才有法度对上帝对咱人讲话有两种方法。第一，就是白纸黑字写伫圣经的；第二，就是对人特别的启示的。上帝对伊讲，总是咱一定爱对啥？对明显的代志会晓了，咱才有法度开始去做遐个人的较隐秘对上帝所来特别的启示甲文告。这是圣经内底对头到落尾甲咱讲的，咱会当安尼做。并且咱嘛做会到，只要咱顺探上帝，开始安尼操作的时阵，你的灵性、你的官兵，一定会愈来愈伫这个物质的世界显明出来。上帝会甲咱同在，代表讲上帝啊，我咧敲找你的面。咱今仔日是毋是愿意也安尼开始来敲找上帝的面？第二，上帝将伊的道路指示咱，伫未来伊会将咱要行的道路指示咱。人生有真侪选择，我到底要读一间校？我到底要读迄间校？我要甲这个人结婚，甲迄个人结婚？我要做这项事业，我做迄项事业？我今仔日的这个计划到底是安尼好，还是安尼好？亲爱兄弟姊妹，上帝讲，伊会甲咱同在。因为上帝，你要将你的道路来指示我，你指示我的道路，我因此会当行伫平安的道路顶面。就亲像老小温这个牧师伊所分享的，虽然我伫这当中要去爬山，但是忽然间来了地动，总是我要感谢这样代志是上帝啊，加在迄个地动无缀着我。我毋是讲该受地着遐个人拢应该安怎，我毋是迄个意思。我是讲伫活命的过程内底，有时会遭遇真侪问题祸害。总是上帝今日特别尊留咱的活命的时阵，咱搁较敢毋是搁较应该珍惜咱的活命，来做上帝所欢喜的代志。所以。咱伫主的面前讲，主是，我将我的活命放伫你的手中，总是主你来帮助我，互我的活命真正活出你创造我的目的，毋是干那互我活落去，是互我活出意义，活出迄个美好。安尼，咱的人生内底会有这款，代表伊到伫上路尾讲，这个代志。信上帝，毋是我伫将来进入天堂。信上帝是伫活人也活地的时阵，你就会看到上帝的恩惠。咱对今仔日开始，对相信上帝迄个时阵开始，你的活命就无搁再共款。毋是修行一步一步爬起，是对咱接受洗礼迄个时刻。难道上帝儿女的官兵，咱开始会当甲主耶稣基督同款，认捌上帝的话语，尊敬上帝的话语，带出能力、官兵甲恩膏，这是一定的代志。你莫无信心，你一定爱有信心承受这个祝福。所以到伫落尾，伊做一个结论讲：爱听候耶和华，你的胆爱
勇健，爱坚固壮胆，坚固你的心。了后伊佫讲啊，我佫再讲，爱听候摇花。听候摇花，毋是伫迄个所在等。听候摇花意思是啥？是甲即个物件和即个物件绑做伙。这个是我，这个是上帝。我爱和上帝绑做伙。安尼的时阵，什么叫做听候摇花？听候摇花，毋是干那伫即个所在等，无毋对，伊是爱等。听候摇花，即支笔若是我，即个投影笔若是我甲上帝绑做伙。安尼听候摇花意思是啥？即支手若无震动，即个笔敢会震动？袂。所以意思是讲，我祈祷到清楚，上帝你爱我做啥？安尼我互甲上帝绑做伙，上帝伸手赐我的时阵，我就会发光；上帝搁赐我的时阵，伊就会走去伫顶悬场；搁赐我的时阵，伊就走落来下骹场。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啥？逐项代志照着上帝的顺序来，你的代志就会伫正确的轨道顶面，伫迄个所在宽设。虽然迄个路界先看起来拢相像，但是迄个相像是因为上帝安排迄个路，咱就会行伫顶悬。生活的每一天拢是为着要经历上帝，一个新生的经历。就是去经历上帝的作为，甲伊的同在，伫咱的活命内底来发生。安尼，你每一天累积迄个对上帝实际的信心，你就会互人伫同样的困难甲逆境当中，悠远逐天坚强你的心智，并且一届一届去经历，一届一届去经历，一届一届去经历上帝的荣光。迄一天的时阵，我打电话互一个人。我真久无看到伊来做礼拜，了后伊甲我讲，牧师真多谢你打电话来，因为伊身躯有一个病痛，所以无法度定定来。伊讲牧师，我即几工啊，痛甲艰苦甲呢，已经有甚至吼，我想讲，吼，我哪会无爱较早死咧？伊讲感谢上帝，感谢牧师你打电话来。因为你打电话来，我知影上帝无放杀我，上帝也搁甲我同在。亲爱的兄弟姊妹，伫你想到一个人的时阵，你就赶紧打电话给伊。圣经讲，唔通消灭圣灵的感动。该讲两句话，安慰伊、鼓励伊、问伊安、问伊好。有一项代志，我咧憔悴。上帝啊，求你互我的活命看见你的荣光，互我把家己放伫你的手中。过去你安怎样引带正圣徒行过所有的苦难？上帝，今仔日我把家己放伫你的手中。你过去怎样路用正圣徒？今仔日我相信你啊。路用我，诚做你手中的器具，用我做成你的欢喜，用我做成你的欢喜。上帝，安尼我会愈来愈靠近你。我伫这个家庭，伫这个教会，伫我的公司，伫这个城市，伫我的国家，我就会当伫迄个所在愈来愈接近你创造我的目的。我的人生，就伫伊应该有的位置内底，发挥上帝你创造我的目的。所以，今仔日你做总经理，我做牧师；你做董事长，我做教区长；你做人的老爸，我做人的囝儿。咱拢会当伫遐位置顶面，照着上帝所赏赐予咱的位分。活出上帝荣光，活出上帝的权能，就是你拥有迄个身份的权能，应该有的能力甲权柄，
你会伫迄个所在显明出来，人也会对着你的身上看到你所相信的上帝，人也会知影你是你所信的上帝的代言者。亲爱兄弟姊妹，来到上帝面前求问，这段就是你人生平安的起点。每一日用时间读圣经、祈祷、亲近上帝，你的道路就一定带出平安，一定带出光荣。三甲仔头来祈祷，主上帝来引带阮，互阮进入你同在的能力甲权柄，互阮继续殷勤读主你的话，一直到上帝你的话刻铭伫阮的心，并且阮照着迄个话去行出来。上帝，阮的人生就带出上帝国的光荣。阮毋是平信徒，毋是牧师，阮是上帝你的后生查某囝，阮是上帝国的大使，互人进入你的平安，互逐项代志伫应该有的位置顶面，发挥伊的功能，发挥伊的光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门。咱来欢迎咱新的朋友，来欢迎，这是素五节的朋友建立兄，李建立兄，来建立兄伫倒位？来欢迎感谢主。建立兄，个先我有来参加迄个啥物会创灵歌谣班真欢喜欢迎建立兄会当定定三甲做伙来伫上帝国内底三甲做伙欢喜。因共款住伫门路迄个养护中心遐啦好，感谢主，有淡薄仔路啦总是真欢迎会当三甲做伙来敬拜咱的主，咱的上帝。咱即马要来颁发咱的这个奖学金读到你的无这段无OK 好，谢谢，感谢主。好来，咱即时三甲做伙用感恩的心，同齐来奉献每一届咱伫主的面前奉献。会记哩，迄是咱对上帝疼痛的回应。咱如果若是真实感受到上帝对咱的疼痛，那呢，上帝就值得咱用全部的心神来敬拜、来侍奉、来奉献。金钱的奉献是奉献其中的一部分，生活行动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迄也是咱活命的奉献。用咱的活命，成做上帝的欢喜。将着身体、心灵献予上帝，当作活祭，迄是咱活命上界大的尊荣。咱三甲做伙起立吟诗来奉献。叫做荣耀就伫我心内，叫大荣耀光彩，世上的光拢袂三变，做光显耀真理，快乐荣光有福荣光，何时有这快乐平安来？就是耶稣甲我同在，阳光照亮我心怀，是我生活充满我心内，享用天地自在，所有事我主耶稣爱听，我想扬出天下。快乐阳光有阳光，何时有这快乐平安来？就是耶稣甲我同在，阳光照亮我心，快乐阳光，快乐阳光有阳光，何时有这快乐平安来？
就是耶稣甲我同在，阳光照亮我心怀。愿全能的主上帝，就是迄一位引带人道路的主上帝，亲自借着伊的恩典听通，差遣圣灵徛起伫你的心中，互你借着读圣经、祈祷，找到主的道路，互基督的恩典能力甲权柄伫你的心上显明出来，互你伫这个地面上活出上帝国的权能。各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听通，圣灵的感动甲相通，甲你同在，互你殷勤读圣经，记条圣经，遵行圣经。认捌上帝，经历上帝，享受上帝，顺叹上帝，直到将来伫上帝国见伊的日子，甲伊同齐进入伫创世以来为你所预备一切的荣光甲福乐。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今日第二堂的聚会就到这，上帝祝福大家平安。